文心呢？文心现在还在那个高铁上啊，待会分享会送这个限量的金光大会演的苗疆三节海报，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当然有邀请到特别来宾文心的话呢，当然就是会有这个文心跟小弟的签名啊，哈，还是对黄文心有什么这个想法，跟有什么要建议的，还是希望他唱我们的片头或者是片尾，还是希望他直接就当成我们的配乐，好，待会也可以直接把这些意见到我们的那个粉丝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整个金光片场都是我的直播室之那个金曲歌王黄文心之日本，没有那么长，不啦。我们掌声感谢 Cocaine Music 找到好，谢谢。除了这个 Cocaine 掌机当然我们今天啊有一位这个本身小弟啊相当好的这个朋友也来到我们现场。那当然这个二话不说我们早就已经跟各位广告跟宣传好，我们今天要邀请到的这位呢，是我们台语歌手金曲歌王。已经连续唱我们金光布袋戏的片头曲，已经超过了33年之久，不要顾了啊！已经超过了3年之久，让我们掌声欢迎黄文心！文心好，跟我们那个金光的观众朋友问好。金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心。好，文心大家都认识吧？哈，不认识的人马上按那个离开。不认识，那我马上离开了。不然你快离开啦！你别再离开，你好不容易跑那么久来我们这个片场所以一定要跟我们这些朋友们好好的这个聊天一下。而且今天我们在线上不止有金光布袋戏的朋友们，还有这个文心的粉丝也都在现场。是，好不好？那是不是我们这些文心的粉丝看到文心有相当的开心呢？有啊，都有，是不是？好，那刚才是不是有人说也要那个文心脱衣服？脱衣服没有，切腹应该比脱衣服还简单啊！好，那这我们马上卖我们这个德昂是随便的用的这等的哇，看了较袂习惯的这个那个角色，我们就把它砍掉，砍掉重练这样。好，所以这是文心讲的，不是我讲的。好了，那我们文心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的这个金光的这个直播，那我们还是要大概访问一下文心就是说简单的访问。对，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大家如果有对文心有一些想法，或者有一些问题想要问的比如说文心今年大概几岁今天娶老婆了没生小孩了没这个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粉丝团上面一一留言还是有什么那个不开心的地方都可以讲那个。这对文心不开心也不会怎么会大家？或是对那个大侠不开心的地方也是可以讲的。对我不开心就要直接讲，好不好？我这个人是一定接受的。好，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文心刚喜获麟儿了是，就是英娜谢这喜对，相当的可爱，我们的小星星。那这边有几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当歌手的过程到当然后来也是进阶到这个演员的这一个阶段，然后现在又到了这个当爸爸，就是奶爸这样子。对。那你觉得这3个不同的这个职业跟任务里面，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比较辛苦？其实我觉得当爸爸比较辛苦。爸爸是？对，爸爸比较辛苦，因为你像唱歌跟那个音乐跟演员的部分，其实我们只要尽力去做就可以了。可是我觉得当爸爸的部分不是尽力就可以，就是尽力也可能不一定会好。对，不一定会好。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小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尤其是现阶段，小孩子不会说话，他只能用哭来代替他的那个发言。那对，然后我们必须要去观察。其实这方面我觉得比较难。而且不是只有现阶段这样，他是。一直这样，相信就是立刚也有2个小孩，就是每个小孩每个有因为我不一样的。刚开始3个月的时候，我就全部把他们丢到托儿所。真的吗？对，那假的？哇塞！对，可是真的当父亲真的是很对啦。那可是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然也是甜蜜啊，但所以大家都会觉得。都会说有生小孩，其实虽然辛苦，但是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嘛。那有没有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对事业会有另外一个憧憬跟想法？就希望给他好一点的生活跟环境，因为毕竟文心小时候的家庭并不富裕，那比较贫穷一点你这么讲，我觉得好有故事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对啊，因为其实
文心在大家的心目中都是一个相当帅气的偶像，然后歌又会唱，然后人长得帅就不打紧，还得过金曲奖，然后老婆又那么漂亮，然后现在小孩子又那么可爱，你知道吗？你能想象到文心过去，你像他讲的，他的家庭是相当的困苦，然后一路以来可能是为了梦想或者是理想这样慢慢的走过来。对，这是相当有内容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要好好的挖掘一下呢？是不是？没有啦，其实我记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以前国小2年级吧，2年级就是大家应该如果有上过自然科学，这现在我不知道现在还有，还跟自然科学有关系？对，有关系。哇，这很严重啦。对，一定知道说啊，是把学校烧掉了，是不是？不是啦，罐子要接那个水，然后就是把那个水管把它拉越低，它水会喷越高。哦，对。那老师当然就说啊，同学后天要准备一下。是。那后天结果我想要买，因为大家都去文具店买。那我妈说不要买啊，自己做就好啦。是。那到了后天之后，大家到班上上自然课，然后老师说啊，大家把东西拿出来，大家拿出来都是漂漂亮亮，因为大家都去买了。结果我拿出来我就看到大家哇。好精致，我都不敢拿出来。这是妈自己做的。那小孩子就那时候年纪还小，就觉得心里面受创，就觉得啊拿出来的时候就被同学笑啊，就哇连这个东西也买不起。所以后来我就是慢慢的就知道自己家庭不好，就一直奋发图强去笑人的。你们这童年真是太过分了，知不知道？不可以笑。好不好？直接拿来摔掉就好了。真的没有啦，我是说把他们自己的摔掉。这是妈妈的一个心意。好啦，因为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过往啊。但是像文心，其实跟我也很像，就是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为了一个梦想在向前努力这样子。那你看，努力就会有成果。你看文心现在好不好？以前可能觉得说自己的环境啊，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就是很努力，为了歌唱，或者是为了他的梦想在前进。现在你看金曲歌王好不好？我们今天邀请到他是相当的困难，你知道吗？半路拦截呢，你都等于逮到了，我掐个炸了，你还又来讲。没有，我也是觉得说很开心，可以在这个金光布袋戏的片场跟各位金光戏迷做一个连线的一些直播的一些聊天，对聊天。其实戏迷们很希望看到你，真的。真的吗？所以你可能要多，以后就是要多来。不来的话，就是你不来，不是我不要。真的吗？推一个坑给你进去。没有，其实我也是金光戏迷。是。对，那一直到现在我还是金光戏迷，可能最近比较没有关注到一些剧情部分，因为要顾小孩。对。那刚才看了就是立刚说大侠说的那个。东尼献出来，其实我也蛮对，这个刚好我要问你啊，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其实文心一直以来，当然不止对金光布袋戏啊，因为从最早就是喜欢布袋戏，然后慢慢的我们的戏你有看，那我们的戏里面，就是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角色？特别，任飘渺。任飘渺，对，还有那个除了他，对，他在后面嘛，是，对，哇塞，好，那个咱就卖假啊，因为是文心甲讲伊介任飘渺，对，任飘渺，本来他不知道要放谁，我不晓得，然后他说本来要放卡偶嘛，后来就想说，就放一个比较帅气的，因为我本身为什么喜欢任飘渺？因为我比较喜欢剑客的角色，是，剑客刀客的角色，是，那还有另外就是像那个快就一盘也是拿剑的，好特别就是拿。而且我觉得最遗憾的就是他虽然他在跟袁邪皇打斗之中精彩的就是陨落升天了嘛，对，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哇意犹未尽，因为我觉得他的出现的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展现了。佛门的那种就是他的佛门的内涵跟深度，对，然后他的武功非常一出现哇，什么就是惊天裂地的感觉。所以有在看哈，不是欧北瞎掰，都讲得出来啊，好不好？至少还认识缺周一反土，好不好？好，那哪一段有没有就是这样子一路？因为你最近比较忙，可是就是过往的这样看下来，有没有哪一段你觉得说刚刚讲这剧情下来，和你刚刚这振奋啊，是刚刚讲这没送。想要寄刀片给编剧还是公司的工作人员？比较不爽的是也没有不爽，我觉得可惜，就是像玄虎，是，他也是用剑的，真的，我觉得他应该要跟一个
绝世高手对决吗？对决，然后轰烈烈的，就这样走掉这样。对，是。然后他投身剑，也不是说不好，是。当然这个也是剧情上的发展，也是很让我很感动，感同身受。对他讲几句，他讲说其实他也不想死。对，看我都有在看，真的。对，然后呢流下一滴眼泪，然后就投入自己。你真的知道呢？我不是乱掰的呢。拜托，你以为对？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应该要跟某些那种绝世高手、轰轰烈烈战完之后，对啊，你看就像那个东瀛的那个一剑无悔的那个谁。那个宫本总司，对，你看跟剑缥缈，对，轰轰烈烈决战之后，对，就被他杀了，就被他干掉，就是观众最不开心的一件事情，对，就被就想烧片场的一件事，我怎么那么激动？好，所以你看，大家都是喜欢这样轰轰烈烈的大战。对啦，当然我知道，就是在剧情设定方不可能每场都是这个样子，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归咎在黄大侠身不是高博刚是归咎在旁边的这些编剧上面，好不好？好，你知道吗？常常我们在讨论说要让谁领便当，有没有？对，其实我一直都是守护者。我要拦他们都拦不住，他们要谁死我都拦不住他们，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是多严重的事情？可以发言吗？不行，今天我是提问，但是不让你们发言。我们超级抹黑的吗？我们就杀小兵而已。好啦，因为就是剧情当然是很就是怎么讲，剧情是最重要，但拍摄手法也重要。因为如果你全部都不死的话，就很麻烦哇塞，那接下来这个就很麻烦了，因为就是会变成说退隐嘛。对，退伍，整个台面上全部都没有人。对啊，或者是全部都是人都不能死，那戏要怎么继续演下去？那有鉴于文青既然这样子讲，我们就是从下个礼拜开始就是都不要死，一集死一个。喂，好吧。观众没有在抗议啊，又怪哎呀，卖西让玄虎火起来哦，好，没关系，因为刚才文青也讲到了，那其实死亡这件事情一直在布袋戏里面就比感冒还要难治一点点而已。我可以讲一个比较，反正这个也没铁嘛，没关系。那当初我跟那个立刚大侠建议就是。我觉得玄虎写的不错，他是铁金嘛，对，铁金他是剑，那是不是要有什么类似魔界的那种很高层次的那种绝世剑者出来，然后他就是他的剑，他其实他是他那个绝世剑者的剑，对。当时我有这个构想，有，因为这个在玄虎刚开始剧情的时候，其实文心有这样跟我讲说，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剧情，最强的那个魔之剑。那其实大家也知道说，其实我们金光布袋戏就是最会采纳观众朋友的意见，其实文心也算是戏迷。对，所以文心跟我讲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回来完全没有跟编剧讲过这件事情。不好意思，我忘记了啦。其实这只是我们个人的私心嘛，那但是这个就会卡在说后面的剧情的一些发展。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建议，但也不见得要采纳，因为还是得要看后面的线，因为那个线是环环相扣嘛。对，我们不可能因为说想要让它成为谁的怎样就怎样。对。但是其实这个想法，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我以前跟他讨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哇，这样写应该。因为我觉得宫本总司已经死了，一直环绕在宫本总司的身上。那缥缈还有哪一个对手是他的对手？是他的对手，对，高处不胜寒。对，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对手出来。对，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设定这个对手，他的对手就是卡奥。太假了，没有啦，开玩笑的。好，那我们其实要。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讨论啊？但是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文心当初为什么会喜欢布袋戏？当初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有血统的遗传，因为我爸爸爱看布袋戏，可是他是去看野台戏，然后呢，于是我就慢慢接触到电视上的电视影集的布袋戏，对，然后慢慢到现在，那时候我就爱上，就觉得说哇，布袋戏，因为就觉得布袋戏怎么可以那么的天马行空，然后武打招式，因为相信如果有看过什么东方不败或笑傲江湖他们这些电影，都会觉得说哇，他们打得非常漂亮。对。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布袋戏既然也可以这样，也可以打成这个样子，然后声光效果就不会逊色于这些大电影。于是那个时候就慢慢开始喜欢，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投入，哇，真的很疯狂，真的。还好你不是很疯狂，否则你今天就不会是金曲歌王了。
好啦，这是文心喜欢布袋戏的这个由来。对啊，那不晓得说观众朋友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那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我跟文心的私交其实很好，那所以这边有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想问一下，就是说文心哥眼中的大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眼中的大侠没关系，都可以。我这个人就是坦然接受。真的吗？对，怎么讲我都 OK。因为其实喜欢我的戏迷朋友们，支持我的戏迷朋友们，即使我再怎么样，他们也是即使会嘛。对，好了，那个没有，因为我觉得当初是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一定就是不可能把本性露出来，是，他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是。就是比较文艺气息，然后攸关我的生死，没有，就是觉得因为做这种文艺的那个工作都会比较有文艺气息。是。那我觉得立刚大侠让我第一眼看到，我觉得他好年轻哦，是个小屁孩这样子，也不是小屁孩，但是就是觉得哇，怎么这么年轻？是，而且我有在你的就是网络上就是得知当初你们不好的时候，对，甚至就是要卖车去筹一些资金，我觉得有被你感动到，因为有这个奋斗的过程，其实那时候就有促使我想要参与。那我见到你本人之后，我觉得根本就是一个烂人嘛。不是，才知道后来慢慢深交，才知道说大侠是一个蛮谈得来的人。是，谢谢。对，就是他有很多的想法，这样。一开始见到就真的是一个年轻人，那也看不出他这么有才华啦。只能说老实话。你这样子讲，我都不知道我应该讲什么。怎么？对啊，你觉得你还以为我很感动？我以为你会吐我槽。不会，干嘛要吐槽呢？没有，真的啊。我其实这边另外一个问题是，大侠觉得文心私底下是一个什么样子？是对。那其实文心呢，私底下你不要看他风度翩翩，他其实私底下呢是个正人君子。刚才蕊不是这样的，刚才说什么都出现。没有啊，因为其实文心是南部的人。我第一次跟文心见面的时候，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一种频率，你知道吗？一跟他讲话之后，就觉得说很契合。那当然，其实我们私底下是会搞来搞去啊，对啊，就是都会这样子。因为其实年轻人嘛，其实年轻人嘛，就是会有一些什么口头禅啊，什么妈妈冲杀小朋友啊，小朋友之类的，就是没有啦，就是因为这是我的个性啊。那其实当艺人的身份，他比较痛苦的是，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个性展露出来。因为我们是公众人物，我们有教育下一代的那个，所以就不能让小孩子看到。因为现在小孩会模仿，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话要特别小心。那像在这边直播的话，他其实大侠讲的是真的是，我就是一个比较真性情的人。对，因为其实文心他不会虚假，真的，他也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然后是对我们，比如说对布袋戏的建议也好，对我们为了梦想一些想法跟建议，他都是很中肯，不会讲虚假的话。对。然后文心除了帅之外呢，会唱歌，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艺人。因为如果有来参加金光大会演的朋友，我们在后台你们可没有看到，文心从一到后台开始呢，就把那个歌词跟我们的 schedule 拿出来，一直坐在那边一直蕊到2个小时过后，到他的时候他上场，他一下场之后呢，又马上开始蕊，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他是多么敬业的一个人，而且你看，因为他的敬业，因为他的努力，所以就拿了金曲奖，对不对？这没有啦，天经地义。没有啦，我觉得金曲奖应该也是评审给我的青睐。一个鼓励啦，我也不敢说我没有，我唔敢讲我话厉害多少，因为我觉得会唱的真的是太多了。但是这个是大家但是对是给我的一个肯定，因为大家真的是认为你会唱，才会谢，对，实至名归的。但是我还是会我会喜欢布袋戏然后来参与金光的活动，是因为我如果有看超偶的，大概应该知道说我在超偶的时候，我唱了很多。布袋戏的歌曲，而且我在唱布袋戏的歌曲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制作人还跟我叮咛说：“你确定你要唱这首歌？因为他们会很多没有看布袋戏的人，他们会觉得布袋戏它是一个一个固定的一个族群，对，他们如果没有看布袋戏的人，他们会觉得说
可能是小众啊，对，他们听不主流啊，对，然后他们觉得不是主流，不是市场的东西。我说，因为音乐呢没有在分什么市场不市场、主流不主流，我觉得音乐它其实像可以很多变化，而且我会喜欢布袋戏的歌曲，因为我在看布袋戏的时候，我听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有别于以往音乐台语音乐的东西，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去宣传、去 push， 说让更多没看过布袋戏，甚至没接触过布袋戏的人都可以听到说，原来布袋戏已经这样子了，布袋戏已经不一样。真的，我曾经都有给好几个人看过我们金光布袋戏的影片跟歌曲，他们都有吓到，觉得说哇，现在是这个样子，已经这样子了，对，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多人他们不知道，所以我才会一直希望在金光布袋戏，然后甚至跟大侠希望有进一步的合作，然后去做一些不一样的音乐，让没有看过布袋戏，甚至他不接触布袋戏的人觉得说哇，原来布袋戏也这么屌，原来布袋戏音乐也可以这么厉害。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啦，就是在谈一些相关音乐的部分。对，我们这个可以透露给观众朋友。可以啊。其实我们只是讨论，但是不一定会执行。没有啦，开玩笑的。那个文心要不要新专辑要介绍一下吗？新专辑的话，对。其实我的习惯嘛，因为刚才立刚有跟我说可以介绍一下新专辑，那其实我觉得今天是金光的一个粉丝团的一个欢乐事。是。那我觉得新专辑我就大概稍略介绍一下，就是愈行愈用嘛。对。大家别用看。愈行愈用。愈行愈用哦。因为大家就是要越走越远，无论是传统艺术也好，台语也好，对。还是一直在各方面努力，为了梦想前进的人，大家都要愈行愈用。对，愈行愈用就是这张专辑。那喜欢我的歌迷跟没有听过也可以去听，可以去买啊，好不好？也可以去听听看。KKBOX 什么都有。都有。然后里面有一首我记得好像大家都很喜欢的歌，对不对？是。我们也常唱，就是看云面要用白色吞甲山，金秋天啊怀上年嘛。我 K 也小管啊。刚才文心唱这样子，在普通的那个电视节目就要拿20万的，你们是赚到了，你知道吗？好不好？没有，因为我真的觉得，布袋戏它的音乐真的是，尤其是金光布袋戏，我真的觉得蛮厉害、蛮屌的。那刚才有没有我们唱那一段？我跟文心每次出去吃饭有没有？还是到哪边，只要比如说哇，吃到这个东西好好吃哦，他马上跨湖登高龙天谁吞冈山，他就会呈现这种状态。任何情况都会跑出这样子的情况来，你知道吗？不然就是会，我好想你呀，我好想你呀。对，好，那我们就知道说文心真的是重度的布袋戏。对。然后因为那个，这边是干嘛？没有，好，差不多了。这边的问题都说，他说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奇哥喜欢文心的《天地》，方不方便清唱？《天地》这个我也很喜欢，但是文心刚才唱这样，等一下可能要跟公司申请40万的预算，所以我可能能够抢了。我们金光布袋戏马上就会破产。那因为文心今天很开心到这边，我们也不要放他走了。好不好？我们就是让文心在这边，然后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东引线的剧情，跟我们现在目前海庆线的剧情。好，那我们现在就开放了，好不好？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刚才有没有观众朋友，还是有没有对文心有一些建议或想法，或者是对大侠有一些建议或想法的？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整理一下，然后待会我们直接来发问。然后好，在这个发问的工作人员找到中间，我们顺便来签名，好不好？我们刚才有讲哈，就是赶快分享我们这个直播，然后我们会送5份这个苗疆三姐的海报。那我们先请文心签名好不好？来，等一下，那个笔呢？好，这个笔。来，好，我们先请文心来签名。哇，你改一个还几分钟啊？你怎么知道？我看你眼神都发亮。来，文心请枪。现在这个好都可以。好，那这个签名呢，连那个文心的那个粉丝都可以拿到哈，只要分享我们的直播。今天是9月23，是
好 ，OK，然后我这边先请。好，来下一份。大家有人希望我们合唱。刚才不是有合唱的吗？他们要听香港金岛。香，你们还真敢讲！我跟他打枪会了，好，这单结束吧，来，我们先拿下去，我们等一下结束再签。好，那赶快来，请大家分享一下香港金岛。有那无你也会孤单，棉被脚到那无你也会畏寒。好 ，OK， 好，20万，马上跟那个戏迷朋友们我会寄请款单。寄请款单到公司。可是大侠是，他们还有另一个要求是唱完香港金桃要垃圾。啊！你们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吧，好不好？垃圾这种事情当然是直播结束才拉，对，我有文心莫台喜笑，卖完了。好，有没有比较正经的我们那个问题，我们拿出来讨论一下，好不好？难得文心在这边，刚好也可以，是有吗？比如说剧情啊，或者是说比如说文心一天吃几餐啊，然后几点起来喂小孩啊，然后几点把小孩丢在一旁跟老婆。我最近在减肥，关心一下。我最近在减肥，你知道吗？然后刚才那个大侠还没直播之前，就买了一些咸酥鸡，我就觉得先把它喂饱之后再来杀。然后等一下直播完要去吃晚餐，发便当。有没有一些观众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的？大家都已经在把它当成综艺节目在看了，对。他们只有希望签名之外还要附唇印这样。唇印。放心好，我们待会跟文心一定会挖鼻屎隔在上面，这样好吗？还有味道哦，大家请放心，还方便保存的。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这个直播真的是还蛮欢乐。我们那个文心是不是到时候那个有一个粉丝团？对，是不是到多少会20万开直播？20万，20万。因为我有承诺我们的文心的粉丝团20万，我们大家赶快去按赞了，好不好？喜欢文心的戏迷朋友们也要加油一下，20万就要直播。那可不可以透露一下第一次直播的内容是什么？不会是吃咸酥鸡吧？不是，其实我还没想好，因为很多人都说，你怎么不直播？可是我又觉得直播应该要有一个主题，而且我又觉得说。一来我们很开心，我们直播的主题就是没主题。一来因为想不出主题，二来是因为我怕小孩子在旁边吵啊，然后可能我们现在有造型，然后可能会抓我头发、打我的脸啊，或者是挖我的鼻孔。可是对你说这个说到重点，但是呢，观众就爱看这个啊。你的戏迷朋友们就要看你这么自然，所以说不定没有主题的直播，它私底下真实的一面最有主题的，或者是你会煮东西，其实你也可以直播煮个东西啊什么。对啊，这个也是很好玩的事情。因为我在想就是像你们这样直播那么热闹的话，看有没有办法，就是20万。当然这是我的想法，就是来这边直播的。安尼嘛写赛啊，结果大概你集齐。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比较一些那个？大概都是问会，要请观众朋友尽量问。有没有不会剧透？对，观众朋友有没有必须要了解的剧情，或者是需要建议我们的？我们在这边可以做回。我们的现在的直播人数已经来到688，是不是？快点哦！我们上次破千是不是？有一次破千要我脱衣服，是不是？你们不可以这样，每次都要承诺说要脱衣服啊，或者是脱裤子啊，那个人数才会往上跑。那不然我们切腹好不好？多一点。脱衣服我觉得可以啦，但是要我们1个月后。好，我们先健身一下子，好，先把身材练。快点哦，大家冲一下哦，好不好？那如果破千的话呢，那我就算了，我不要再承诺了。我每次都承诺大概都输，你知道吗？我去看一下。我们的戏迷朋友真的很恐怖，你跟他讲说要赌，要赌的话，就实现。他们在问那只手，那只手到底是谁？是不是？那只手。文心没有看，对不对？那个抢先看里面，东影线刚开的时候，有一只手从那个有一个寺庙里面火烧，然后突然冲出来。那前一阵子因为那个雪山灵验的手断掉嘛，然后大家就要猜说那一只手是不是雪山灵验这样子。不用讲啊，一定是的啊。对啊。他现在沉默。你说他更喘，我刚才在后面跟他讲说那只手是谁，然后一下就爆出来，好不好？不是，
这因为大家都已经猜中了嘛，他就是入魔了，变成那个另外一个人格了嘛。你很厉害，你都知道，真的。因为他手出来那个动作，那一只手呢，好不好？除非那只手出来，你是要让小空出来，那我就没话讲。可是那一只手也有可能是不是树无棍师。好，观众朋友很会猜，可是呢，当然维持那个我们不可以剧透啊，剧透是不到的。对，我们不可以去爆雷。大家如果觉得说是那个雪山银燕的话呢，对，那他也可能是雪山银燕，对，也可能是黑白郎君哦，不一定哦，哈。哎呦，哎呀，都有可能。手是白手还是黑手？当然是先露白色的，因为露黑手就被发现了，所以一定要露白手。好，那有没有这种这么会剧透的问题？我们怎么可能会回答啊？那只手不是为了庆祝中秋节吗？是啊，他这生出来是说，我的烤肉不够了，快给我。肉不够，该给我。还有没有？大家问一点正经的问题好不好？是。最大档什么时候开始报名第2季？哦，最大档是不是？各位观众朋友，你们没有来参加这个金光最大档，真的太可惜。太可惜。好不好？我这边呢有这个金光大汇演的这个什么片段，从头到尾的片段，好不好？能说有多精彩就有多精彩，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哎呦，好，看到没有？好，好，那这个刚才那个文心唱一下是20万，那可是看这个呢要30万，没那么夸张，而且又是文心在里面唱，好不好？夸张。哇，下一届大家真的要期待一下，好不好？但是由于这个大汇演的招收时间呢，我们明天会开会，然后就到时候会尽快的做一个公布。对，因为其实我们还是一直在为了明年的这个金光大会，金光最大的内容、赠品啊、活动啊，在做一些调整。那等明天开完会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个确定，然后会赶快在粉丝团啊去做一个公布，这样子哈。如果在小巨蛋的话，会不会？哇塞，压力好大，压力好大。安尼你要唱10条，我靠别人。我唱20首。OK， 就这么决定了，好不好？唱20首要降。观众朋友，麻烦把这一段录下来，好不好？唱20首，可是呢，文心要收200万。啊，没有啦，开玩笑。但是当然我们也是期望说活动越办越好。当然。那一天文心有感受到戏迷们的热情跟支持，真的相当的好。对，然后尤其是到最后看见立刚大侠播放的那个回顾影片，就是那个我看你在落泪，我就觉得哇，其实也蛮感动的。其实我有稍就是差点要落泪，但是有那个泪忍住了，因为文心还是有一些偶像包袱在。没有，不是偶像包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反正我就是不太想要，是不可以哭出来，男人的一个坚持。然后我就看见立刚，看见大侠这么努力，然后我就会想到那个其实那一天一定会哭啦，因为毕竟第一努力了那么久，然后大家也排演那么久，然后最重要，其实呢就是花了太多钱。所以是在哭，花太多钱。我想，预算都花光了，而且还在他们卖票了。对，我们是只开放给那个后援会的戏迷。对，而且那天我觉得，你爸也是很感动。对，那天黄大师其实那天我有跟那个凤宇说，哇，你爸真的是不错。我爸那天知道这个场要戴墨镜，要哭是不是？这样才不会被看出来。他回去说：“20几年无考，去这细只母姐会考噶。”没有，因为大家就是很对啊，那天真的很感动。我相信台下的这些金光戏迷应该也哭成对啊，希望这个活动会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金光的戏迷们多支持。是。好，那还有没有？其实有一点已经回答完了。是。他们在问大会演会不会出CD？这个部分肯定是会的。那这个相关的那个讯息，我们就会跟下一届的那个一起公布，这样子。对，好，都没有人要问剧情哦，怎么会这样子？有剧情啦，是问一些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回答的，很难不剧透的问题。真的吗？就比较难回答。好，然后有没有不剧透，然后比较具体的？都没有。不剧透。有一个可以剧透。是。海镜全线在海底吗？海镜是不是全部都在海底？海底。废话。难道他在地上哦？今晚姐还要真相，好不好？海镜肯定是在海底的，好不好？
你这个问那个幼稚园的朋友，他都知道。幼稚园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不然我们要开始表演切腹了哈。我们今天的那个这个直播可能会短一点，因为待会文心还要去赶到下一个那个任务去了哈。我们下一个任务就是尽量把自己吃肥，是不是？没有啦，他要去照顾小孩啦。那所以我们赶快有问题的话，赶快最后的那个机会了，好不好？然后分享我们会送这个苗疆三姐的海报，也各位请多多分享啦。还是说就是戏迷有在对于这个金光布袋戏的音乐上，或者是木偶的造型上啊，有没有就是别的建议之类的？对，因为其实好了，我们就直接讲。其实今天文心来公司，我们是讨论一些音乐合作的相关。对，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其实聊了还蛮多的。那一直以来，其实我们金光的音乐都是蛮敢做尝试的，因为其实我们主要的目的不是说，最大的目的是希望让布袋戏以外的的朋友，对，就像刚才说说的嘛，他们我会想要唱这个东西，唱布袋戏的歌，是因为我希望让更多人没有看过布袋戏的人，可以透过音乐之后，透过音乐，对，然后去发掘说，原来布袋戏它可以，它的音乐是做的不一样，那我们来看一下，看是怎么样。而且音乐是流行的，是好听的，对。那台语呢，绝对不是怂，因为台语是我们的母语嘛，不会是我们当初既定印象的那一种台语。对。然后我希望就是把台语做一个，这是我的义务啦，因为也是屏东小孩，然后我又是这种台语又是我的母语，所以我希望是借由把这些歌曲唱一些比较新的东西，然后来带领大家去进入这个新东西的这个一个领域里面，对领域里面。然后就是，所以观众如果有对这些有一些想法，你们可能希望喜欢怎么样比较新颖的音乐，或者是觉得说布袋戏的音乐或者台语可以做什么样的结合，对，也请这些问题都可以提出。或者是说你们有听过国外的啦、国内的哪些团体、哪些歌手所唱的歌，或者是他的音乐，你觉得适合布袋戏，还不错，可以适合用在布袋戏，哪怕是卡漫、卡通都可以提出，我觉得都可以提出。对，然后就尽量留言让我们来回答。可是我们因为金光布袋戏，我刚才有讲，大家都是会一直希望接受大家的意见来回答。那大家尽量提出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一定不会照做哈。对。就像那个悬壶一样，对，我们听一听而已，没有开玩笑的啦，我们一定会接纳采取意见跟工作的。好有新民朋友问说，我们现在演到海禁线，文心哥有看海禁线吗？海禁线我有看一些，就是那个王子他们几位王子出现。这个新民朋友的问题是说，我们现在有3位王子，文心哥是压哪一位会赢？会赢这样子是？哎呦。还有3位皇子，就是我简单解释，就是老1、老2跟老3啊。不是老2、老3跟老4，哪一个比较正派？他们觉得比较喜欢哪一位？对，觉得他们正派的话是目前看起来是老3最正派。老3目前对，那老2看起来最善良，不是老3看起来最激动，老4看起来最正派，老3看起来最善良，老2看起来最奸诈。对，那哪一个比较帅？哪一个比较帅？林王最帅。他不是还躺着吗？对啊，他不是还躺着吗？所以你觉得这3个人，你这样的讲法，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可能？我觉得应该是最善良的。善良这个，对，文心也是压这个，比较喜欢善良的。是，对，好，奸诈我比较，当然我不知道，因为剧情的编排，有时候善良后面他其实是一个很虚伪的，一个角色，那我也不晓得，对，所以大家问这个，其实我也不晓得啦，但是我也其实我就算晓得你也不会剧透，我是压比较奸诈那一个啦，真的吗？对，为什么？因为你准备要把它写好了，是不是？也没有，有时候小人就是会得志啊。像一直以来，我一直想把天恒军，就是天兵军变成一个超级的大魔王，可是一直没有实现，因为有那个线，对不对？他的命就是属于小柔柔的命。不是啊，有吗？那不是3格了吗？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话，那你就把卡王写成大魔王就好了。我怕销售量会剩下1，只有我自己在买。我头改一下。好啦，有没有比较有见地的那个
问题啊，关于剧情的。关于剧情。是，大家都在开玩笑，是不是？大家开始。大家都压哪聊，是，大家都聊开了，是不是？全部都在讲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江县农民赢。好，江县是。刚才有人问说，是公仔大约什么时候？哦，公仔是不是？公仔这个应该是可以透露一下啊，因为那一天稍微有开会一下，就是我本来拿出来秀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在这边。好，我们的公仔我记得好像是10月就会好像会开始预购这样子。对，这边可以跟大家宣布一下这样子的讯息，大概是10月我记得。对，正确的讯息到时候一样会再发布。对，那是目前我知道的。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吗？公仔贴图，大侠今天跟天地不容克 PK 头转。哇哦！要我的命吗？要 PK 头转。好，刚才有人在说那个面具可不可以那个量产啊？因为刚才文清就是戴这个面具啊拍照的啊。那这个面具呢，是当初小弟那个大会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桥段有这个面具，然后这个面具是我们的道具组长齐哥帮我制作的。这个面具其实用15块的那种纸面具下去做改的，可是经过他的巧手之后，哎呀，好厉害啊！可以卖15万，这厉害，没有那么贵对，暴利。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是不是？那没有我们就直接会不会再出 Q 版的那个赖贴图？赖贴图哦，赖贴图会啊，会一直持续的。刚好我在想到说，对啊，是不是可以出一个比较专门都是骂三字经？不是啦，不是，我说 Q 版，但是它就是因为现在是头是比较大的，否那个布袋戏的那个真人的这真偶这样。那我想说，看能不能有一个贴图是像卡通社之前那个，是，而且就是动态的，用画的，对，然后不是偶的这样。对，我觉得那个还 OK， 这个我们可以考量一下，来讨论一下这样子。好，我这边都看不到问题耶。然后有戏迷朋友问说，大侠跟文心都变瘦的样子，请你们好好多吃一点。我们两个都变瘦有吗？没有啊。应该是广角的关系。对啊，因为我今天就是为了帅气，我开了美肌还开广角。没有啦，是真实的呈现。我们两个就这么帅，好不好？拜托，出去多少那个40-50岁的阿嬷喜欢。好，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是想法呢，就一样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团来做留言跟那个提出，好不好？因为今天是不是没有大家对这个剧情的部分没有很多的意见跟想法，对不对？还有吗？大家在问文心哥的喉咙怎么保养？文心哥的喉咙怎么保养？其实我这边给我一年收益没来，我没什么保养，因为其实真的，我就是很正常吃喝吗？就是辣的吃吗？辣的有吃啊，也吃啊。然后我也很喜欢喝跟他冰的，我最喜欢喝冰的。对，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那有忌什么东西不吃的吗？油炸都没有。所以天生丽质也没有天生丽质啊，就是不知道。我觉得我的喉咙好像，当然我听我的声音就比较不会是那种很亮，是，就是比较低沉一点的。不会啊，也是很亮啊。那有没有特别说？因为像之前有人告诉我说，像我平常录音已经消化很多声音了嘛，然后下班尽量不要讲话这一类的。也没有。但是我录音真的是，如果太过头的话，我觉得要休息一下，因为会沙哑，大概2-3天嘛。因为吃冰的，你又爱吃冰的，啊，所以只要是喉咙超过负荷，再马上喝冰的。当然会比较舒服了，可是好像1-2天会没有声音，就没有声音。我记得是会这样。OK， 对，就大概，对啊。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吗？问一下那个。我们最后接受5个问题，好不好？因为大家都不问的话，我们就限制了5个问题之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了哈。那分享的我们一样是有送签名海报，有文心的签名，还有我的签名。那每一个分享的戏迷们都可以拿到哈。好，这个打好。这个打好多，你看，海静表演切腹哦。
海静表演切腹。这边有一题问说那个是创作的灵感从哪里来？应该是也是问文心哥的。是创作应该是要找耗资。你说我们那个愚人的编曲师是没有啦，我觉得创作这方面我们目前都还在尝试啊，那也没有说太，可是我觉得在创作方面我比较想做就是也是跟布袋戏做结合合作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布袋戏的一些内容，它会比较可以天马行空。是。那台语的部分，如果台语你写正常的话，你很难像国语这样，就是写的非常漂亮。对。那台语就可能会有些字眼听起来，就比如说老把赛，就老把赛，就好像有一个赛的感觉。对，就会比较好像不那么文雅，但是国语它就是就是比较流泪嘛。是。可是如果你把它唱成布袋戏的那种比较古诗古文的话，它是干雷流雷嘛，干雷嘛，就会比较好听。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它赋予台语的歌曲这个部分空间会比较大。是。对啊，所以其实我一直也是这样认为的。真的吗？对，但是有时候没有，就是对布袋戏比较没有接触的朋友，他就会觉得说，奇怪，这条歌袂歹听，但是我拢听不伊在唱啥。对，可是有时候或许是因为你听不懂他在唱什么，然后你就觉得说，这首歌好像还蛮好听的。对。之后你再去了解那个词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怎么那么漂亮？对，就会有这样。就像黄昏边调用烈色吞江山。下一见我，没有，就类似这个 OK。好，还没有，快点，剩下四个。有印尼朋友觉得我们18的武戏拍得不错，那就希望是不是继续维持吗？继续维持多一点武戏这样。继续维持多一点武戏，是不是？18集的武戏拍的，因为18集其实我们刚才有介绍刚才有一个角色叫那个江宪荣，对，江宪荣，因为他是那个柔道的。他是柔道家，对，所以这其实也是我赋予那个现场他们的一个挑战，因为我想说要有一些新的东西嘛。柔道对吧？以前都是刀剑，他耍来的拳头打来打去。你刚怕到腰身的已经讲，就是为了一个动作啊，过肩摔啊，还是一个比如说压制的动作，他们就拍很久，但是很开心啊，因为呈现出来观众还蛮喜欢的。对，那我们也蛮希望有这样子的挑战，但是由于柔道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拍。那所以就是这个角色他的寿命可能不会很长，没有啦，开玩笑的啦。我们看他的造型就会知道说他一定会存活很久。慢，好不好？我们试图创造一个史上最爱切腹的角色。其实金光目前有史以来一直在为自己作死的角色。是。其实我觉得很感动的是，金光一直不断的就是在超越自己，创新。金光超越金光，他一直在做一些不断的东西在超越自己。我相信大部分的戏迷应该是说每一位戏迷应该都有感受到。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尝试一些新的。其实我发觉是戏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打戏真的打太多，大家好像就会突然回不去。对，一定会的因为其实大家都喜欢热血嘛，然后其实看那个武打视觉效果很爽。其实不要说戏迷你就比如说像我本身我就看了很多打戏，然后或者是比如说袁贤煌跟快去旁头，或是早期的像那个汉天爵啊，跟一些人对战，那个宝典真的是哇出手这样，你就会觉得说哇。我们每一次产生这种经典的战役，对，就会有3个人地离子弹，因为太累了，太超，所以大家都很想要离开公司，有没有？没有啦，但是我还是会一直挑战下去。那当然18集的武戏大家喜欢，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去把持这样子。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说，这些创新的想法，就是大家。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都接受，然后愿意去尝试了，那所以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但是我个人我还是觉得戏的部分还是要有一些起承转合，总不能说喜怒哀乐嘛。对，总不能说一直打，对，这样就没有意思了。我们先撇开工作人员会不会累，我觉得大家看久了也会突然把疲乏。对，那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文戏比较，当然那个在
其实我有一个方法可以打破观众对这样武打戏的迷思，就是我们只要有一集有没有，然后写那个卡翁对燕德勇40分钟的武戏，之后大家就会说，武戏干较少诶，无好看嘛，到底是在做啥？有，没有开玩笑了，来快点，剩下3个问题好不好？文心的时间很宝贵，来加油加油！来，还有吗？有问说，其实是算刚那题的延续，问说，那大侠觉得我们现在金光在做的这个布袋戏，是大侠您想要做的布袋戏吗？现在是或是心中对布袋戏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景？觉得哇，这个问题好深入哦。当然讲一下，因为其实无论各行各业，我觉得都必须创新跟挑战，这是一定。因为其实现在社会的讯息变迁、资讯爆炸，对，所以它进步会很快很快。然后其实我自己在私底下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其实这一阵子可能剧情可能是。不要说低迷啊，剧情它可能走到一个必须铺陈的一个阶段，然后大家可能对内容啊或者是拍摄都会觉得疲乏，或者觉得说可能是不好。可是有时候或许是观众本身进步太快，对，像我，比如说像我现在我以前很喜欢看《火影忍者》，可是到一个阶段我就不喜欢看。我之前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它不是变不好看，可能是因为我长大了，我有小孩了，然后后来我觉得说，这些剧情可能。不再那么吸引我，所以每一个阶段，大家喜欢的东西都不同。其实应该是说，就比如说像，如果以我的话，我们就像我当初在看那个《变形金刚》，是第1集的时候，觉得很好看。哇塞，怎么会？我看到那个直升机，第1集那个直升机狂派，我说哇，怎么可以拍成哇塞，那个真的太屌了。对。可是，在第二集就是又这样子不错啦，因为既定印象就是一定就是这些变形金刚啊。那可是我们第1集就会觉得说，变形金刚一开始都是直升机跟车，他要怎么去转变成一个机器人？那所以第1集在看的时候非常的惊讶，看完从那个电影院出来说，觉得哇塞，真的是拍案叫绝，太棒了。对。可是第2集再看，不错。在看第3集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疲乏这样。对啊，他们剧情还是有创新啊，还是有不一样，可是就会觉得不就是机器人们打来打去？对。就会所以其实就是一样，就是变成说改变啊，因为到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必须做不同的改变。可是，在改变的过程呢，它就会出现好的跟不好的。那我们就变成说要非常睿智的、非常适时的去调整自己。那把这些意见幻化成再来观众会接受的一个模样。那其实这才是金光布袋戏最大的挑战，那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那当然啦，我当然会认为说，我们现在做出来的戏剧，是我自己黄大侠本身喜欢的形态。可是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就变成说，有时候创作者本身他自己会迷失。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自己认为是好的，所以推出去。但是不一定100个人里面全部都会认为是好的，所以我们才必须适当的在大家的意见里面去认为说，对，没错，有几个问题我们发现，然后找寻一个中间值的一个可以调整的地方。所以接下来跟往后，我们还是会持续以这样子的心情跟态度去做事，就是我们还是会不断的创新。要不然这样啊？对，就是把变形金刚写进来。不是，哎呦。接下来下一档有没有妖界呢？它其实就是变形金刚，好不好？幻化成人。不是，如果那个布袋戏木偶了，做到后面大家已经就觉得说，就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就换真人啊。是，对，直接换真人上去演了。好，我刚才不小心就讲出了一些端倪，我还特别强调，好不好？妖界哦，妖界的人就是全部都是变形金刚，这是文心建议的，我们好好采纳一下。好啦，对，反正是创新一定要啦，但是就是说有时候适时的去做调整。当然，我觉得金光布袋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值得大家去推崇的，也值得大家去喜欢的。他们从来不会违背，不会偏离这个情义的宗旨。对，这是一直我们在推崇忠孝仁义的宗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金光布袋戏最好的一个地方。对，而且情感上也是必须有适度的渲染。因为我觉得像我那时候在看，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有几个坏魔头，可是当然我们
以人类的立场看这些魔头的时候，会觉得他们是很残暴的。可是，在从他们的角度看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其实他们有他们苦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挣扎，立场不一样，所以不是说坏的话就是绝对是坏。好，最后一个问题还是2个。好，快点。他问说，那个文兴哥有没有机会来我们的跟大侠参一卡来配我们的一个角色，是不是？哎呦，配一个角色，哪一个角色？这很新哦，卡偶啊，是不是？啊？没有，我们就出一个，有没有？写一个角色。我们写一个角色，就是他唱歌就可以杀死人。天地不容心。看云灯要用命西吞甲山，手提甲怀上面。然后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子，然后所有的人就会一直看他，你知道吗？好，最后一个问题，快点，我们要结束我们今天直播了，已经超时了。来，希望竞拍偶。竞拍偶说，为什么每次都要做这种要求呢？江线啊，江线。貢献領域。私は準備來表演切八這個動作，好不好？各位觀眾朋友，那这是我们的那个文心最喜欢的鸟哥啦，好不好？鸟哥有没有看到？看到我们鸟哥，摸一下，相当帅气的，好不好？维持这个动作已经1个多小时，完全没有动过哦，好不好？这是马步扎得稳才有办法哦。好，那这个来，对，不得了了。我们东引线的军师，好不好？因为它是有变声器的，对，公美他说国语，公美帅，你就会下音，好不好？好，那是我们的这个军师啊，好不好？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好不好？跟文心还有你看，好，这是我们的东引线的编剧阿玛，还有我们的超老师阿华，啊，还有我们那个编剧我们的那个方老师。还有我们赵一德宇，好，我们东引线的那个另外的编剧，好不好？好，那今天呢，观众朋友非常的这个安和热烈，好不好？用安和热烈型。难道正常在讨论？正常的话是不安和热烈，哦，是很暴力的。那谢谢大家，那下次直播的话，观众有任何意见也赶快提出哈。那我们今天有分享的朋友呢，我们还是会把这些那个海报送出去啊。那谢谢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拜拜。